我等得起，红颜已老，你总有人老珠黄的那一天呐。我也并非这个意思。口出此言，骗得了哪个？变聪明了吗？我就是学来骗你的呀！你这贱人！你是贱人！你才是你是贱人！你才是你是！韩少君将我约出来，却有一句话也不说。宗学堂乃清净之地，不议论男女之事。裴思雪，刚才你同芊芊对诗，是为何意？芊芊毕竟是有夫之妇，如此多有不妥吧？你是芊芊的夫君，原本应该是她最亲近的人，可你却不好好珍惜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对芊芊表明心迹，让她知道何为良人，对你死心。裴恒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？你跟芊芊没有可能。眼下芊芊被你迷惑，或许不可能，但未来很长，我会让芊芊回心转意的。别一口一个芊芊的叫那么亲切。芊芊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觊觎我的妻子，着实的不要脸！裴思雪，我并非这个意思，但只要我活着，你跟芊芊就没有可能。我等得起，红颜已老，你总有人老珠黄的那一天呐。我也并非这个意思。口出此言，骗得了哪个？变聪明了吗？我就是学来骗你的呀！你这贱人！你是贱人！你才是你是贱人！你才是你是！让台上这出戏停下，马上！不必了，我要说的已经跟少君说得很明白了，我相信少君也都听明白了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苏子英的底细，你清不清楚？他对芊芊有异心，屡次害她，这事你知不知道？苏子英是我一手栽培，倘若不知道他的底细，我也不会把他送到芊芊身边，替他料理家事。少君，你觉得我是信你，还是信苏子英？